大家好。嗱，進入咗11月之後咧，美國股市咧係開始有動力轉弱嘅情況。雖然從最高位我哋成日講納指啦，係嘛？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指數咧，雖然只係從最高位下跌咗區1000點啊，但係卻出現咗一個我認為都係非常之危險嘅信號啊！呢、個叫做 Hindenburg 嘅，即係叫做希登堡一個空兆。咩嚟嘅呢樣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量度股市會唔會見頂，突然間閃崩。係啊，咩叫閃崩呢？即係話喂，突然間喺大家距離高位，但係股市因為一啲不明朗因素，或者因為估值太高，突然間大跌。嗱，最有趣嘅例子就係1987年嘅應該係10月11月左右啦，嗰個叫做黑色星期一咁呢一個1987年嘅股災，當時咧美股係單日係大跌20幾個 percent 係個指數跌20幾個 percent。咁現在雖然呢一個 Hindenburg 嘅一個叫做量度指標咧係有4樣嘢，有3樣嘢已經中咗啦。咁但係美股的確係估值高。而且開始整體動能咧都係偏差，咁究竟會唔會重演1987年呢？甚至千禧年嘅科網股爆破呢？大家知道啊，雖然股市長線嚟講可以係多數都係向上啊，好多年都係啊，美國嘅近10零年嘅表現都好好，但係始終現在股市估值高，加上有呢啲不明朗嘅因素。今日就分享下乜嘢叫做希登堡 effect 呢一個 omen 希登堡 omen 咁呢一樣嘢咧，聽過佢有啲拗教，不過今日會同大家詳細分析下。我係細沙，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咧，我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呢個 channel 純粹都係講下投資相關嘅嘢。今日就講講美股呢一個係咪一個重大嘅暴跌閃崩之前嘅 signal 咧？首先講 Hindenburg 呢一個，其實咧 Hindenburg。呢個 Hindenburg Omen 應該呢個全名叫做希登堡預兆啦，可以咁樣講。其實係1937年其實可以講緊一個乜嘢呢？1937年喺美國有一單由德國飛機造成嘅空難，令到有啲人死咗啦，30幾人啦。咁嗰個故事咧，我詳細冇點睇啊。不過其實係1995年一個叫做 Jim Micker 嘅財經分析員。佢用咗幾個重要嘅即係有個量度嘅 indicator 嘅指標去估計究竟股市出現啲咩 signal 係有機會形成重大嘅下跌呢？除咗估值，因為估值係相當蝦人嘅。千禧年科網股爆破之前，納指可以炒到70-80倍 PE， 都未爆煲。最終當然梗係爆煲收場，而且下跌得越你個估值越高，暴跌越勁。但係我哋作為投資者，有冇可能喺爆煲之前就揾到蛛絲馬跡去令到我哋避開呢？Hindenburg Omen 呢個希登堡呢個預兆係有幾個重要嘅 indicator， 不過我淨係想講其中3個。眾所周知咧我哋喺股市一定係。永遠市場喺最高位，甚至係創出歷史新高之後下跌嘅殺傷力一定係比較高嘅。咁我哋知道今年由年頭到現在 S&P 係有差唔多超過20% 嘅升幅。咁亦都係創出咗歷史新高啦！今年一路以來，雖然4月經過一輪嘅關稅恐慌但係之後股市好快重拾動力，好快就升翻晒啦，係咪先？好啦，咁但係現在我哋有2個重要嘅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 Hindenburg， 究竟呢一個 Hindenburg Omen 入面幾個 indicators， 我哋現在中咗幾個呢？譬如如果所有嘅指標都中晒。咁加上現在估值相當高，所以我分享係有2部分。先講咗究竟係有咩 indicator 去睇，係會知道現在股市咧係距離高位甚至爆煲咧係有一定嘅機會率咧。首先就係創出52週新高同埋新低嘅股票嘅數目。呢2個數字咧係有咩重要意思呢？咁即係話俾你聽，如果股市喺頂部例如好似 S&P 500指數喺上個禮拜係6800幾點，
納斯達克指數最高係創到24,000點，嗱呢兩個數字呢，其實即係證明佢哋創新高啫。咁但係創新高嘅同時間，股市喺調整嚇。咁一定創新高嗱，如果股市創新高，通常創新高股票嘅數目咧都會相當多。咁但係如果喺創新高嘅同時，創新低即係創出52週新低嘅股票數目同時間上升，咁即係代表乜嘢？咁即係代表股市裡面整體創新高、創新低嘅股票開始出現一個失衡，亦即係話俾你聽，整體嘅市況嘅動能係下降緊。嗱，第二個 indicators 咧就係、創出52週新低嘅股票數目要多過52週新高嘅數目，嗱呢個好容易理解啦。因為如果創出52週新低嘅股票越嚟越多，咁即係話市場嘅動能根本上其實整體嘅指數睇落好高，但係其實已經有好多股票係創緊新低，即係基本上已經係一個好差嘅息路，好多錢好多嘅投資者已經係走緊貨，或者根本上升到過晒龍。最後一個當然就係佢嘅市場寬度。我哋用50天線，如果50天線嘅市場寬度呢係比起幾個月前有明顯轉差嘅跡象呢，咁就會符合呢幾個條件嚇。咁呢三個條件呢，其實呢現在呢好無獨有偶 ，S&P 500同埋納斯達克指數呢都係符合嘅喎，特別係納指嗱，譬如話第一個。即係創出52週新高嘅股票呢，係要高過2.2% 嘅。頭先講漏咗，不過唔緊要，兩個創出新高同新低都要2.2%。嗱，創出新高，現在 S&P 大概呢係有3% 嘅股票係創新高，而創新低嘅係都有4% 到嘅，係比創出新高嘅股票多嘅。但係第三個 indicators 就係50天移動平均線上面嘅股票喺50天股價上面嘅平均線啦，股票嘅比率咧只係得返41%。嗱，咁呢啲數字講完好虛啊，其實係要同早2個月前對比，因為大家都知道由8月、9月、10月去到11月 S&P 都係一路向上升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可以睇返作為比較。早2個月前市場寬度咧係大概有60至70，即係話有70% 嘅股票咧都喺5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咁即係話喂，市場嘅動能係唔錯啊，而創新高係有5-6%，而創新低嘅股票係非常之少。咁但係由8月去到9月，9月去到10月，我哋可以睇到開始創新低嘅股票竟然會高過創新高嘅股票咁即係話佢符合咗呢個Hindenburg-Omen嘅一個空兆，呢個嘅 indicators 係符合咗啦。嗱 S&P 咧係唔夠明顯嘅，納指嘅明顯度咧係高好多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好多投資者都淨係買科技股啊嘛，係咪先？科技股今年嘅升幅同動能都係相當強嘅，好似 Palantir 係咪 ？Tesla 都去到470-70蚊到啦 ，Nvidia 啦，係咪 Microsoft 啦、Apple 啦、Google 啦，嗱，你噏得到，我喺呢個 channel 都有推介過，講過好多隻科技股啦，係咪先？科技股係融入咗人嘅生活裡面，強係正常嘅。不過現在好明顯已經有轉弱啦，係咪先？嗱，納指作為代表科技股嘅一個指數咧。佢嘅情況更加係差嘅。嗱，創新高嘅股票比率咧，只係得返2%，但係創新低嗱，截至琴日11月6號創新低嘅比率咧係有8%，冇聽錯，8%，即係遠遠比創新高嘅高好多。而喺50天平均移動50天呢個50 MA 即係以50天平均線之上嘅股票咧，比率得返31。嗱。可以話俾你聽，就係由8月去到現在11月呢3-4個月裏面咧，納指不嬲都係 outperform 過所有 market 嘅，因為納指譬如話，好要睇翻8月同9月嘅數據，創新高嘅股票係高達4-5%嘅，每一日都係；而創新低嘅根本上係連1% 都唔到或者2% 都唔到。但係去到11月開始，你就會見到創新低嘅股票高到8%。而創新高嘅股票咧，只得返2%，遠遠係低咗好多。而市場寬度早2個月前，譬如9月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係70咁但係現在去到琴日只係得返31，
即係話數兩個月前有70%嘅股票都喺50天平均線之上，而琴晚只係得翻31%，足足下跌咗超過30%嚇。咁你所以點樣理解呢啲數字呢？就係市場嘅動能明顯進入咗11月之後呢，係差咗好多。好啦。第一部分我講完到呢度，我哋就講第二部分，就係市場估值。估值呢樣嘢好虛嘅，因為呢估值係一個唔科學嘅計算，因為我哋只係憑呢個 PE multiples 即係 price to earnings multiples 去估算究竟現在我哋俾緊幾多倍喺個股市裏面買。不過係有一啲數字可以作為 reference 作為參考嘅，例如我哋可以睇 S&P 過去15年呢，大概佢嗰個 PE multiples 咧都係喺18至19倍左右咁即係話平均長時間喺18至19倍咧，你要得到回報嘅機率咧就會相比較高但係現在今日截至11月6號，大概係23至24倍 PE， 咁即係話比平均咧係高咗30%有多㗎30%。咁如果你睇翻咧過去我哋用呢個純粹模擬計算一下啦過去用23倍 PE 買 S&P 咧，未來咧10年嘅回報咧係非常非常之低平均回報啦，我哋係一個 estimation 嚟嘅絕對唔科學嘅。不過因為你買得貴，所以你要得到回報嘅難度係相對高咁當然股市長線向上嘅係嘛，有好多人都會覺得聽有乜所謂啫，我平均成本法買入呢個冇所謂，不過我哋純粹學術討論下啫。另一樣嘢就係納斯達克指數嘅 PE multiples，forward PE 大概40倍40倍同 S&P 嘅23倍納指當然係高啲啦但係我哋睇翻上一次納指高到40倍附近呢，係2021年嘅12月。S&P 上一次22至23倍係2021年嘅12月。我講嗰兩個時間都係同一個時間嚟嘅，都係2021年12月。翻轉頭，大家翻去睇翻歷史，2021年12月之後係出現咩事呢？就係2022年出現暴跌。整年嚟講，2022年當然係受到俄烏戰爭啦、通脹啦、石油價格飆升啦。最重要就係因為2021年年尾估值太過高 ，S&P 喺2022年跌咗25至26%，而納指跌得更加勁，係成年由年頭1月開始跌到去10月11月，足跌咗35%，由16,200點跌到1萬點鬆啲 ，S&P 就跌到3,500、3,600呢啲位置咁現在我哋睇到估值，你可以望到就係頭先我講納指其實係仲高過2021年爆煲之前嘅而 S&P 係差唔多。雖然你可以話喂，現在有一個 argument 就係 Mag 7即係呢個蘋果Nvidia 等等7大科技公司，佢由於喺S&P 嘅成分裏面咧有30% 以上所以咧我哋係會浪高咗嗰個估值嘅。呢個我絕對同意。不過如果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嚟講，現在你走去買入一個相當估值相當高嘅嘢，係絕對有冒險嘅機會好大嘅。納指喺上次40倍之後就出現一個泡沫爆破。2022年咧好多喺2021年炒到飛天嘅發夢股咧，都係跌咗90%都唔頂嘅。好多啦，譬如話當年咧有一隻妖股叫做 Upstart UPST， 當年係400蚊，現在都係得返30幾蚊咁仲有好多啦，嗰啲有啲股票，譬如有一隻叫做 APPS 嘅股票啦當年炒到100蚊，現在都係得7蚊6蚊咁樣。你可以見到中小型股票咧受到泡沫爆破嗰個情況咧係會更加嚴重。相反咧，大型科技股好似蘋果、Microsoft、Amazon、Nvidia 等等嘅股票咧，雖然佢經過呢啲咁嘅泡沫爆破嘅洗禮，但係都會從高位大跌30%去到6-7%不等嘅。Nvidia 係最多啦，蘋果都最少要跌30%，但係佢哋仍然能夠再創新高。呢樣嘢就係、如果我哋現在 base on 現在我哋得到嘅數據，
估值相當高，加上呢個 Hindenburg Omen 啊，呢個希登堡嘅預兆咧，股市爆煲嘅 indicators 咧已經係符合㗎啦嚇。同時間估值相當高嚇，估值相當高，呢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咧，就即係話俾你聽，你而家嘅 risk and reward 咧喺投資落股市係非常之高危嘅。嗱，好啦，咁啊去到呢個部分就係、咁究竟譬如好似我咁啦，我應該點做咧？係咪先？嗱，現在理論上冇辦法估算到，我亦都係冇辦法估算到，純粹噏下嘅啫，係唔會知道個調整嘅幅度去到邊度。不過我個人認為調整10% 以上咧嘅機會率係相當高。你如果我揾人工智能啦，純粹係 base on頭先啲數據計算出嚟嗱，因為咧基本上以往都出現過 Hindenburg Omen 噶嘛，係嘛？2000年科技股爆破，07年金融海嘯，去到2018年、2020年同埋2022年呢啲情況咧，股市大跌咧。都有出現呢啲，譬如話技術指標轉差呢個市場寬度收縮啊，創新低嘅股票係高創新高，好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好啦，呢啲情況出現咗，係真係會出現一啲大調整嘅。嗱，最勁嘅當然係1987年啦，因為1987年單日跌20幾個 percent， 整個調整好快完成，不過係30幾個 percent 跌咗。而最近嘅大調整一下跌落嚟嘅就係2020年年頭，即係疫症嗰一年啦S&P 喺3月嘅時候係幾日裡面就暴跌咗35個 percent 咁現在會唔會重複呢？嗱，根據 Hindenburg Omen 咧呢一個定義咧，佢係講緊40日之內，40日即係譬如話而家11月咧，咁即係去到12月尾甚至1月嗱。冇一個確實嘅數字係咪一定會調整？幾時調整我哋唔知，我哋只係知道現在風險回報係唔成正比，而且現在就算譬如好似 Nvidia 咁啦，208蚊到啦，最高位跌到190蚊，好多人都已經問可唔可以撈底啊？嗱，遠遠未到撈底嘅信號，幾時可以撈底呢？撈底當然最好就係當恐慌指數都抽升到40。甚至更加高，50、60咁啊更加 good 啦。不過現在如果你有貨嘅話呢，嗱我做法呢個純粹係我自己嘅做法，絕對唔係呢個advice 嚟嘅嚇。咁我自己就已經減倉減咗非常之多，甚至我自己長線持有嘅微軟同埋 Nvidia 都減咗超過一半去再重新作出部署，因為現在根本上係市場係真係風險同回報係相當低咁如果可能今年先開始走入股市，或者唔係好睇過往數字嘅人呢，佢哋可能已經唔記得咗股災係咩情況。4月發生咗股災之後，去到8、9、10月已經冇人記得㗎啦，因為市係咁升嘛。第一個啲錢好容易賺，呢個就係最高嘅風險。去到11月、12月。通常市場都係例差嘅，因為12月咧喺美國股市咧有好多退稅啦，因為咧美國係有呢個增值稅噶嘛。當你炒股票，如果你將啲輸咗嘅股票喺12月沽咗出嚟咧，係可以扣稅嘅。咁所以12月咧個11、12月嘅沽壓咧係相當大嘅，通常每一年都係。下一年就係總統任期嘅第2年，通常都係比較差嘅。所以基於以上幾個元素。我對後市係絕對唔睇好，加上估值貴，所以大家都係做好防風措施。今日咧嘅分享就係咁多。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哋喺下一條片再見，拜拜。